大家好，呢度係小小塔羅，呢個係為大家進行塔羅牌占卜嘅頻道。因為係大眾占卜，所以當中有好多唔同人嘅能量夾雜，所以未必每一個信息都屬於你。你只需要聆聽一啲令你覺得有共鳴又合適嘅信息就可以。希望呢個占卜能夠俾到你正面嘅指引。你要記住，未來絕對可以改變，對於未來一定要充滿期望啊！小小塔羅今次為大家占卜嘅題目係你一生中注定會發生嘅事。只要當下你靜心喺畫面上嘅怪獸入面用直覺揀其中一隻，咁你所聽嘅就係關於你嘅信息啦。藍色怪獸朋友，你嘅一生注定有一場由混亂到傳承嘅修煉。你注定會遇到因為太想冒險、太信任直覺而忽略現實限制嘅挑戰，可能係衝動辭職，或者突然去做一啲冇規劃嘅事，結果行唔夠幾步就撞板。呢個係你避無可避嘅經歷。你嘅靈魂就係想透過跌低去學識乜嘢叫做穩陣。點解要你撞呢個板？就係因為要你學識明明行唔通就唔應該去死撐，注定會有件事逼你重新出發，唔好再繼續夾硬嚟。你會醒覺，當環境唔啱或者諗唔通嘅時候，要有勇氣離開。之後你嘅心態會變得平靜同舒服好多。經歷過呢啲事之後，你會變成一個好有智慧、好穩重嘅人。你會揾到一套適合自己嘅處事系統。你甚至會成為人哋嘅導師。你有一種可以安定人心嘅力量。藍色怪獸朋友，你嘅一生注定要學識唔好盲衝。你嘅人生劇本係要先做一次愚者，撞過板，然後至會有教皇嗰個份量。你嘅撞板係必經，所以唔好覺得自己好失敗。嗰一撞係為咗你之後可以企得穩。以上就係選擇1號藍色怪獸朋友你一生中注定會發生嘅事嘅相關信息。歡迎你留言，亦希望你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多謝晒。橙色怪獸朋友，你嘅一生注定由孤軍作戰到自我肯定。你注定會遇到團隊合作失衡、付出同回報唔對等嘅局面，可能係喺工作、家庭或者同人合作做嘢嘅時候，你已經好盡力，但係總有人會唔配合，又或者你嘅功勞會被忽視。呢種情況係必然會發生，因為你嘅靈魂要學識，唔係乜嘢人都值得去配合。喺呢啲失衡之後，你會突然醒覺，原來自己根本係有能力做帶頭嗰個，唔使等人哋去肯定。呢啲事會逼你企出嚟，因為你根本就可以獨當一面，而且係有人會跟隨你、支持你。你會知道自己係值得被看見。你以前會成日防備，怕又會被人拖累，但係經歷過呢啲事之後，就可以放低呢個守門員嘅角色，個人會輕鬆咗，唔需要再長期處於作戰狀態。你學識點樣喺付出同保護自己之間攞到個平衡，會留返啲精力放喺啲值得嘅人同事上面。橙色怪獸朋友，你注定要經歷俾人拖後腿嘅無奈，但係呢個唔係懲罰，係要逼你唔好再做配角。經歷過成功之後，你會好清楚自己嘅價值，唔會再浪費時間喺啲唔平衡嘅合作關係入面，你會攞返輕鬆嘅主導權。以上就係選擇2號橙色怪獸朋友你一生中注定會發生嘅事嘅相關信息。歡迎你留言，亦希望你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多謝晒。綠色怪獸朋友，你嘅一生注定由停滯到粉碎執着。你注定有被逼停落嚟嘅時期，你會有一段好長嘅時間覺得自己卡住咗，可能係突然失業，又或者身體出現問題。呢個係一個無可避免嘅停滯，因為你嘅靈魂太過習慣頂硬上。呢一世要學識靜落嚟，同學識聽下自己內心嘅聲音。喺嗰段休息期入面，有啲唔適合你嘅嘢會慢慢瓦解。你會睇清楚之前邊一啲結構，可能係份工，可能係某段關係，亦可能係某種生活模式，其實一直喺度搖搖欲墜。你終於睇清楚，與其自己同嗰啲有問題嘅嘢一齊冧，不如自己主動放手，及早改變。喺被逼停落嚟之後，你最大嘅收穫係放低過度控制。你以前可能好想掌控一切，覺得放鬆一啲就會出事，但係當你諗通咗之後，你反而學識信任生命嘅安排，用一種順流嘅方式去建立生活嘅節奏。綠色怪獸朋友，你注定要嚟一次強制暫停，嗰段時間會好難捱，因為你習慣咗忙，習慣咗控制，但係你要相信嗰個停頓就係你清醒嘅契機，最後你會變得唔再咁繃緊，反而用另一種方式企穩。
呢個先係你真正嘅力量。以上就係選擇3號綠色怪獸朋友你一生中注定會發生嘅事嘅相關訊息。歡迎你留言，亦希望你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多謝晒。